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1月26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，我是陈雅纯。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总统选战，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去花莲头一摆做伙互选，这除了是萧美琴因过拍拼的选区，更加是国民党的大票仓，希望会当拼到平盘胜利。乡亲，各位老朋友。 话都还未讲煞，就去互欢呼声响起。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出席花莲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伫奉献10年青春的这块土地，当作大选头一场复选上头先的起点。这一条路的起点，我的第一场造势活动还是在我深爱的花莲，我全力来支持在世界上架台湾。美国的拜登总统找日本，找韩国。 找 G7， 找欧盟国家一起来关心台海和平的稳定。花莲政治版图长期拿比例较济，萧美琴伫遮长期拍拼，伫2016年创下民进党头一届伫花莲的选举得到超过一半选票的奇迹。赖萧配正式起行，就为花东开始。那赖萧花莲竞办成立，赖清德嘛到台东鹿野圣安宫来参拜，佮捧出政策牛肉，强调教育平权。 所有高中、高职全部免学费啦，家庭总收入无到70万块啦。安尼囡仔吼，无论读公立的、读私立的，政府一年补贴2万块啦，70万到90万中间，政府一年补贴15000块啦。 赖清德升路上任了后，会解决教育城乡差距问题。尾也搁伫台东竞总成立大会，强调赖萧两个人拢对国家有强烈的使命感，袂惊挖靠中国的老路。选战剩最后40多天，赖萧配伫讲花东拿赢的票仓，要伫艰难的选区拼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那被合作破局了后，国民党的侯友宜参赵小康嘛开始互选，因暗阁进攻赖清德的票仓台南。因那国民党嘛下令全党爱支持侯友宜，阁禁止找民众党的郭文哲来徛台，甚至赵小康阁呛民讲郭文哲当选的机会是真低，呼吁大家得爱甲票转互侯友宜参赵小康。当选，侯友宜当选。 大花口号伫规场的国旗中来入场，国民党将副总统参选人侯友宜、赵少康搭配成军了后，启动复选的列车，要来揪家己立委参选人的声势。暗时嘛要伫台南举办头一场大型的造势活动，直接来到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地盘。对着民进党这期侯康配是向中国来靠挖，更加强烈来回击。我就是采取3D 策略，不要老是到了选举又用意识形态。 来操弄选举。国民党甲民众党整合破局了后，2024总统选举的三家赌态势确定。国民党也下达禁止民众党参选人郭文哲徛台命令。郭文哲的行程也大减。外界关心国民党线来策略是不是集中火力来攻赖清德，甲郭文哲边缘化。柯文哲现在我觉得大家也看得出来啊，他当选的几率很低了哈。你看现在柯文哲去哪里办活动呢？这就是政党实力了。真心换不回任何的合作或者是任何的团结，那我们只有拼战到底。我相信，很多原来支持别的候选人的一些朋友，都会归队。 朱立伦指出，国民党甲民众党双方伫总统部分竞争，不过伫地方立委中间意外用合作。不过党内鬼仔囝意外优先找大咖来坐镇。会觉得班合很委屈吗？小心小心小心，来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。对国民党甲民众党会谈，讲甲真无欢喜。前总统马英九要郭台铭私底下讲是重量级的不速之客，是毋是感觉委屈？马英九只是简单来回应，无希望转移这个选战的焦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民众党的郭文哲落尾是和吴欣盈做伙参选，今仔日郭文哲嘛去参加青年座谈会，表示讲伊家己目前也是在野赢面上大的参选人。国民党参民众党做伙甲攻击，敢若会引起如大的反弹。另外，针对因党内认定是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和拿贝无法度合作，郭文哲嘛跳出来替伊讲话。 的那一组的话，在还是目前还是我的看好度最高的。反正还有最后不到50天嘛，这个就继续努力。
伫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布局，各自登记参选总统了后，郭文铁过一天头一摆公开出现。伊讲，像国民党甲民进党斗阵拍伊，毋过家己敢若亲像球共款，拍愈大力，反弹愈强。对党内不满黄珊珊身为竞选总干事，伊佫排无分区立位第一名。有人讲伊是破坏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的正范，郭文铁是替伊讲话。在民众党是一个很强调集体决策的一个团体嘛，所以。我倒觉得让黄珊珊一个人去承担那什么战犯的这种罪名，我觉得是不必要的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柯主席他做了很多努力。我虽然没有参与决策，但他心里面的努力在旁边看得出。我本来就是空想的，这个毋庸置疑。但最重要的事情是说，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次的选战当中，将台湾民众党的政党票最大化。相关互党员即期是空降进入无分区名单，毋过抢也坦白承认，毋过强调目标是2024年国会，袂搁再互国民党甲民进党垄断。两人也分别甲超过500位青年面对面座谈，回应对教育、交通路权的看法。最终取得胜选。我们在50岁以上的支持度很低，我们需要把每一个年轻人一样，他都变成一个家庭里面的思想的传播者，透过他们去影响他们的长辈。民众党想要伫国民党甲民进党围攻之下杀出重围，郭文铁固守少年族群的支持优势以外，嘛要继续拓展票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南投清境有一个未食熟的查甫人，煮刺龟来请朋友斗阵食，结果造成8人食了中毒。这个煮食的查甫人家己嘛不幸过身。医师着警告，刺龟袂因为煮过就无毒，若是处理无好势，食了恐惊是中毒死亡。甲处理过青的刺龟皮、肉甲腹内分别装一块处理，煮过成品也必须另外包装，拢要交予卫生局来进行化验。因为2暗时，伫南投恋爱清境开小食店的4红的查甫人，小招朋友来店来食饭。4红的查甫人甲朋友送的刺龟摕出来，家己料理，互大家斗阵食。无是到2六早起，陆续传出有人无爽快。4红的头家互发现时已经死亡了。今早被有人发现，洪姓民众倒卧家中，明显死亡。另昨晚同行食用河豚肉汁有人，已有8人送医，目前在普隆急诊室观察，尚无生命危险。根据警方初步了解，这送病院的8个人是昨暗啉这个刺龟汤。早起出现骹手麻痹、坐袂牢、头壳晕，才症状了后，赶紧去病院。也来负责煮的4红头家，敢若受食这沙西米，怀疑可能因此中毒死亡。医师讲，有毒的刺龟所含的刺龟毒素属有神经毒素，减互基底。民众食了后，大约10分钟到45分钟就症状，主要出现嘴唇甲喙齿麻痹、喙齿麻痹、吐、失声、喘气困难、血压下降，也佫渐渐毋知人顶。而且毒素袂因为煮过了后而失去毒性，食了后若是中毒严重，恐惊危及性命。河豚毒素它会存在河豚的皮肤，还有一些内脏组织，包括肝肾，还有包括卵巢。即阵刺龟中毒并无解毒剂，只能使用支持性疗法进行治疗。警方已经报请检察官甲法医小验，也已经甲检体送到卫生局，要进一步调查事发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中国最近包含梅将菌、流感、新冠病毒等等5种病毒的疫情加悬。咱的疾管署嘛表示，对即马开始，机场、港口拢会加强防疫戒备，嘛提醒民众若有要去中国，上好先去注意风险。赶大包小包行李，民众伫机场报到柜台等候线头前，照顺序排队准备报到位。最近中国全国呼吸道疾病发生率升悬，民众大部分有准备。口罩就先戴着这样子。我今天回上海，流感我已经打过了，新冠没有啊。洗洗手啊，你自己手保持干净就好了，不要乱摸就好了。根据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指出，中国北方类流感疫情已经连续5礼拜快速升悬，问急诊占比来到6.2%，是过去3年同期的2.5倍。依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所提供的资料，这波流行除了以微肠菌为主以外，同时也有腺病毒、呼吸道的融合病毒、流感也有新冠，真侪种病原做伙流行。这一波的流行呢，是以儿童为主，而且是多重已知的病原所造成的。如果说近期要前往中国的这个民众的话呢，出发前可以先接种流感跟新冠 XBB 的疫苗。
国内医师是讲，自从今年2月喙暗铃渐渐放凉了后，确实造成一波刷一波的呼吸道感染。最近因为乙型流感就医的人数确实有变多，另外乙状菌感染的病人原来增加袂少。流感跟新冠都有少一些，但是 B 型流感是增加，但是病人却多，非常的多。那我个人推估很有可能，其实应该是梅将军。面对中国多边源疫情大流行，疾管署已经全面加强国际机场港口戒备，机场电子看板加走马灯拢会设置告示，提醒中港澳入境的旅客，若做有镜头应该爱就医，并通知旅游署，也请医师都要注意询问相关的旅游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以哈休战换人节第2暗，哈马斯阁放出13个以色列的民众和4个泰国人，其中上细汉的敢若3岁尔。另外，哈马斯放出来第1批人质嘛已经平安去到以色列的空军基地。载着第2批人质的车辆，在以色列当地26个饭店为以色列南部边境通过埃及的拉法关卡，准备进入以色列。以下冲突进入停战期间，在当地24头一天暗时，武装组织哈马斯释放头1批人质，拢总13名以色列人，甲11名外籍人士了后，以色列嘛释放39名巴勒斯坦人。礼5暗时，哈马斯又阁释放第2批人质，包括13名以色列人加4名泰国人，佮公布甲人质交予红十字会卫兵。 המאמץ להשבת החטופים הוא חובתנו המוסרית והערכית. אנחנו נחושים לממש אותה בכל דרך. המאמץ הלילה מתקדם, ואנחנו נעדכן את המשפחות והציבור שדברים יקרו. נדרש להתאזר בסבלנות. 外国媒体报道，这1批人质内底有3个人无到10岁，其中年岁上细汉的是1名3岁的儿童。验过这人质的家属，还有真侪人有关乎哈马斯控制。而哈马斯原本按算要延期放人，要求以色列遵守承诺，稳准真度援助卡车进入加沙走廊的北部才肯放人。以色列虽然嘛表态在停战期间到期了后会继续开战，也毋过嘛提出哈马斯每增加释放10名人质，就会当延长停火1天的时间。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接到第2批人质释放了后，嘛到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军事总部监看相关的卫兵甲资料。若是哈马斯头1批释放的人质，暂时嘛已经平安到以色列哈泽里姆的空军基地，予军人送入基地休困。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。台北大巨蛋头一场正式的比赛，就是12月初3的棒球亚锦赛，咱台湾要对阵南韩。结果昨上万张门票望年就互抢了。 警方已经有查到23个误牛，一张600块的门票是互因花到4600。比赛现场民众情绪真悬，台北大巨蛋28七比赛，当时13000张门票开放索取，那一了互摕完，要误牛放伫网络转卖。如果开放亚锦赛卖票，台湾对上韩国的开幕战也是随都卖完啦，更加有人转卖趁钱。目前共计查获23人到案。 以新台币1000元至4600元不等的价格，在网络上高价兜售，谋取不当的利益。讯后也依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，移请各地方法院裁定。台北市警方今仔是24到25就查到23名误牛，开价每一张票是1000块到4600块不等，依照社会法来移送，应处3天以下拘留，也是18000块罚款。 酒过网络上也是为少民众买票，也人要卖票，也凸显台北大巨蛋甲亚锦赛结合真悬的人气，票根本都无够。应该是中华队在大巨蛋，我们的新的场馆才产生这样的问题。购票系统方面网站上我们要他注册绑定手机啦，最多只能买了4张。我们会由棒协这个地方再发布预计要加开的这个张数。 体育局指出，买票时阵使用手机认证，并且限定应买几张而已，也甲婉容来协商，有加27公布第2批买票的张数，希望应满足更加多球迷的需求，同时消灭这个误票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有真侪路权团体去到交通部诉求，互重机卖当上国道，也佫有废除奥多摆禁止行伫咧内线车道和强制2段道挖等等的规定。 交通部表示，重机上国道这经过研究也是无适合，不过因嘛继续来观察甲检讨。还我路权！还我路权！
真侪重型机车团体就车友到高雄步前，用重型机车停满仁爱路到杭州南路口。其中今年10月，骑机车上国道5号翠山隧道路款倡议者，部落客通勤者一关，原来到现场停车友，放掉刷来还有真侪步数，争取机车路权。我们会在体制内争取最大的民意代表来支持我们的诉求，同时我们一样也会实际的骑乘国道，跟社会大众做沟通，说我们上去是危险，我们并没有飙车，而且我们骑上去的时候也完全没有超速或者是其他的违规。民间团体提出3大诉求，除了要求交通部让重型机车上国道，再来是让重型机车会当停机车停车格，另外要求废除内面车道禁行机车，也加强制2段倒弯的规定。交通部回应停机车停车格也有2段倒弯，而且等政府研究试办，但是上国道暂时无时间表。交通部长期以来就用歧视性的交通政策，把这个我们很常使用的机车运具排除在主要的运输系统之外。重机的话就会还在跟各单位沟通嘛，停车格部分就是请各县市去评估一些可行示范的计划。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代表且民间团体陈情书强调，现阶段社会各界对开放大型重型机车行驶高速公路也无共识，要一步一步改善民众对大型重型机车驾驶人行为的看法，才来推动开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中有2个查甫人食酒赛车去互警方拿走，一个拒绝酒测，另外一个是赛车赶金栓，还佫弄到路边6只奥多摆，结果也是互警方抓到。因为伫咧台北是有一个查甫人食酒醉，佫骑电动触碰车冲过红灯，佫含奥多摆相撞，互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。49岁姓谢的查甫人酒后骑电动触碰车，想讲会当闪过警方的追查，经过台北市中山北路甲市民大道口的路口佫弄红灯，结果去互机车弄着。警方到场认定电动触碰车属有动力交通工具，姓谢的查甫人酒测达到0.54毫克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上班。经检测后酒测值高达0.54，警方除立即依法治单外，并依公共危险罪将谢男带回派出所侦办，随后依法送办。伫台中有一个姓杨的查甫人，2时将轿车开去人行道违停，远景向前临检驾驶有真重的酒味，准备酒测，无想到12副驾驶姓李的查甫人向将车开走，逃走的过程佫压到边仔6台机车，到尾才伫巷仔路停落。远景到场发现伊刷水甲困去，直接甲窗门拍破掠人。来啦！来，嗨！什么情形开走的？什么情形开走的？我酒，迅速将李男逮捕到案。酒测后发现酒测值超标，全案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另外，杨男、李男涉嫌交通违规的部分，亦依法告发。警方表示，2个人拢无照驾驶，姓杨的查甫人因为拒绝酒测罚18万，佮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罚2万4的罚款。但是姓李的查甫人酒测达超过标准，涉犯刑法公共危险加妨害公务罪嫌，除了承受14万4的罚单，还佮互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，轿车爱防吊扣牌照4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高雄有一个民众伫咧路里参一台货车起冲突，这个驾驶着举麦达落车来理论，也佮对伫这个民众后壁，互伊行到赶紧甲警察讨救兵。虽然这个驾驶无真正动手，毋过举麦达来恐吓，也是互依照违反社违法来上班。看到警车，民众赶紧一手喝救。日头透早5点外，高雄一个民众伫透早运动经过革命路的时阵，去互一台货车惊到，伊就一手来表达不满，双方煞有起冤家。无想到货车驾驶提球棍落来理论，尾仔佫开车甲对。我已经过了，你自己没在看路，我也有减速，我也怕说会撞到你，但是他手却比了这个样子，口气就也非常不好。你这边啦，你动了，你边啦，他车子就一直跟。货车驾驶认为民众伫起坑，虽然无真正有动手，毋过提球棍要威胁恐吓，已经较书面，去互警方依照违反社会维护法上班。持棍棒下车做事恐吓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1项第1款，可处3日以下拘留。或新台币3万元以下罚款。不过，民众拄到行车纠纷的时阵，面对人提球棍也是压枪落车理论，甚至直接动手的情形，常常听到。不少人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往往唔知要安怎做，敢来当先闪。应该会先躲在车子里，或是寻求掩护吧，我不会直接跟他走。如果对方有采取攻击的行为的话，可以提出刑事的伤害、毁损、恐吓等告诉。
律师提醒，当对方出现攻击还是恐吓行为，连续开车的汽车驾驶唔通落车，会当伫车顶用手机还是行车记录器录影搜证，需要再个提告还是交由警方依照社会维护法来处罚，通确保自身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彰化县的挂山杯全国手艺歌比赛，因为疫情停办2冬，今年搁再恢复举办，拢总有7个县市的选手斗阵来参加推广手艺。农林协会嘛，希望会当推动交流，互社会无障碍。讲究的服装，搁有幼路的手艺歌表演，这是财团法人彰化县农林协会举办的全国手艺歌比赛。参加的民众为着这遍比赛，拢真拍拼练习。因讲虽然听无，但是会当透过手艺来唱歌。这2个礼拜内，他们很认真的一直练习，然后可能有错的啊什么的，那常常都练到晚上12点，然后可能还要视讯啊什么，开会讨论。那到现在，昨天晚上一样也是大家持续的一直练习，那终于卸下，那不管好不好，有没有得奖，都是很开心最重要。我选的歌是幸福的面，是因为我想要把幸福的感觉传递给大家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挂山杯全国手艺歌比赛是全台湾上早举办的手艺歌比赛，中央因为疫情停办2年，今年才恢复举办。计共有12组人报名，分别来自双北市、宜兰、新竹、彰化、台南。因为这个已经第19届了，对。那有听人啊、聋人啊、听障的人士都一起来交流，大家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没有障碍，可以持续下去。台湾目前有大约12万的听力障碍人口。2019年公布实施的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嘛甲手语列入国家语言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手语歌比赛，鼓励民众来学手语，让大众了解听力障碍民众的生活，做伙营造更加友善的手语环境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做伙来关心明仔载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。北部地区17度至24度，中部地区16度至27度，南部地区16度至29度，东部地区18度至27度。还有外岛地区17度至25度。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。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，我是陈雅纯。稍等下，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。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